着晒整齊、清晰、藍白色，好有氣勢，好多謝各位 Miro 啊！犀利喎，有橫額直情將 Dan Beat 嗰句印埋出嚟喎。係啊！哇，犀利犀利！咁我哋呢邊係咪又係藍隊嘅藍隊、白隊嘅白隊，好唔好？準備3、2、1，藍隊！哇，犀利！好，唔該晒。好，影完合照之後咧，我哋就請 Mira 佢哋嚟翻中間呢度，係咪？梗係啦。跟住我哋開始玩我哋第一個嘅競技賽。係啊，開始第一場競技大賽㗎啦。咁頭先講啦，我哋分為3個部分啦，會有2個競技大賽同埋1場咧閃地球大賽。咁啊，即將進行啦！哇，各位 Mirror 成員嚟啦！頭先咧講過。除咗重頭賽閃地球之外咧，我哋會有2場嘅競技大賽。係競技大賽咧，每一次勝出嘅話咧，會得到1分。OK， OK， 有機會打和嘅，打和就每隊都有1分。第一場比賽咧叫做準繩賽。點樣準繩賽法咧？準繩賽咧就咁嘅，會有個9宮格，兩邊都有嘅，兩邊都有嘅。自己隊咧係啦 ，check 下大家嗰個準繩度去到邊。點樣 check 法咧？呢個準繩度？嗱，輪流作賽，每位球員咧有2個波。係 OK。2個波。咁就你哋排個次序啦。你哋自己秘密地排次序，即係唔一定順而家嘅次序嘅。好，你可以攞名排最飛飛去出都得嘅。好，冇錯啦。咁每